2023年，一對港人父母突然喺 social media 上面發放影片，鏡頭前兩個人指責瑞典當局將自己嘅女強行帶走，又聲稱自己曾經被拘留，甚至連見自己嘅女一面都做唔到。條片一出，瞬間喺香港引起討論。有人認為呢個係政府拎走小朋友嘅黑暗事件，有人認為背後一定仲有未公開嘅內情。連登、Facebook、YouTube 全部都有人爭論，但係慢慢因為資訊越嚟越混亂，文件唔完整，雙方嘅說法唔一致，呢件事最終都係不了了之。直到今年，呢對父母突然間再次出現喺香港，佢哋手抱住一名嬰兒，四處向機構、教會同埋公眾呼救。佢哋都係講 Save Lily。到底 Lily 發生咗咩事？點解一單家庭案件最後會演變成為跨國輿論事件，涉及到瑞典、英國、芬蘭幾個國家呢？如果有興趣，請繼續收聽本集 Save Lily。大家好，我係 Liz， 我係 Ryan， 歡迎大家收聽願聞其詳。咦 Liz， 好似你本身係想講邪教喎呢一集？係啊，我想講我已經錄好晒邪教啦，剪好晒啦，但係呢幾日實在見到網上面有好多人討論呢個 case， 我就自己好想知道發生咩事，但係礙於資料好多，咁啊忍唔住自己又整理咗下。咁既然我都整理埋啦，不如唔好嘥咗佢啦。亦都好多謝大家有留言俾我哋睇，話都想聽我哋講 Save Lily 呢一個 case， 咁所以就有咗今日呢個番外篇啦。係，呢一集的確係會同我哋以往有啲唔同嘅，因為我哋唔係講一啲叫做 true crime 嘅案件啦，但係都係好多討論度同埋好多唔同聲音啊意見嘅一單事件嚟嘅。其實我今日講呢件事件嘅身份呢，就只係一個資料搜集員嚟嘅啫。咁由於案件涉及到未成年人士同埋家事程序，所以我哋係唔會公開部分身份資料，亦都唔會對任何人士作出一啲定罪性嘅結論嘅。本集嘅內容都係基於一啲公開資料、法院文件，包括英國高等法院家事法庭喺2024年5月9號發布嘅一份核准判決書，以及當事人公開嘅陳述整理。咁部分嘅指控同埋說法咧，仍然係存有爭議嘅，咁就大家自行判斷同埋分析啦。其實呢個故事就係我喺開場都有講過啦，係起源於2023年嗰對港人父母突然間喺 YouTube 上面上咗一啲影片，就聲稱自己嘅女俾當地政府帶走，並且個 channel 名咧就係叫做 Save Lily， 希望外界咧關注呢件事。哇，原來已經係3年前嘅事咯，即係一開始係23年噶啦，呢件事已經係啊。咁所以呢3年之間發生咗啲咩事呢？我就只能夠好 briefly 咁樣同大家講，都係 based on 一啲現有嘅資料去講嘅啫。我唔可以憑空去作一啲資料出嚟嘅。咁所以如果一陣間 Ryan 你有問多啲問題，我係唔識答嘅，咁就體諒下我啦。咁首先講下2023年嘅時候，當呢對港人父母佢 po 咗啲片啦，咁其實當時已經引起咗大眾嘅討論㗎，不論係喺 YouTube 嘅片留言啦，或者係喺一啲嘅討論區啊，或者 Facebook 咧，其實都有人去討論嘅。有人咧就相信佢哋係受害者啦，亦都有人懷疑其實成件事嘅背後可能有其他隱情㗎喎。不過隨住時間過去，由於資訊越嚟越混亂，同埋雙方說法有落差，再加埋其實案件又牽涉到家事法庭啦，同埋兒童嘅保護程序，公眾能夠接觸到嘅資料其實就好有限嘅啫。咁慢慢地咧，Save Lily 嘅討論度就會開始下降，咁而相關嘅賬號咧都沉寂咗一段時間，咁成件事就好似俾網絡遺忘咗一樣啦。去到今年，Save Lily 咧又再出現咗喺公眾視野啦。有網民發現呢對父母一直都有喺唔同嘅平台啊、社交網站啊去出 post 嘅，去持續更新呢個案件嘅發展啦。即係23年一直到依家，其實間唔中都有，只係冇咁高嘅關注度同討論度。唔係，係今年再多翻。係，即係今年先有啫。應該係。其實點解我會咁猶豫呢？係因為其實佢哋嘅賬號係有
俾人 block 過啦，俾人封鎖過，所以佢有一啲嘅貼文係可能已經冇咗啦。係啦，所以你唔知道其實佢一直有更新開啊，定係今年先再更新啫。總之應該就係今年呢單嘢先至開始特別再受到關注啦。我諗係嘅，因為當我留意到呢件案件嘅時候呢，其實都好近期啦，就係5月尾嘅時候呢，就開始好多人講呢樣嘢啦。係啊，即係見到最近都係喺 Threads 啊，或者喺啲討論區啊，都有見到啲人去討論呢單案件。係好多人開始流傳翻呢啲父母過往嘅一啲嘅 post， 或者係進行佢哋嘅一啲文件嘅 backup，令到呢件事呢係引起極大關注，特別喺 Threads 度啦，都好多 post 去講，唔少人呢都好想追蹤案件嘅發展，甚至主動翻查翻當年嘅影片同埋文件啦。咁好似我啱啱咁講啦，其實呢個 post 係經歷咗一啲嘅封鎖同埋限制啦。咁但係我而家錄音嘅時候呢，似乎個賬號又再開翻啦，亦都有唔少嘅文件更新到啦。咁我相信喺我錄音之後呢，都會有更加多唔同嘅資料或者文件呢再浮上水面。咁可能到時再睇下事態點樣發展啦。首先講一講個 timeline 啦。其實原來呢個爸爸喺2016年嘅8月開始就以學生簽證喺芬蘭度暫住噶啦。咁母親呢就係以家庭簽證，亦都係佢哋嘅講法依親簽證去同行嘅。咁喺文件入邊有講到，佢呢個簽證咧大概係去到2021年嘅11月嘅啫，唔肯定。咁我就唔肯定呢個意思係咪代表佢個簽證過期定點呢？我就唔夠膽講嘅。OK， 就咁聽你講係學生簽證啊嘛，咁應該就係佢喺嗰度讀完書，應該正常就要離開噶啦，除非可能你喺嗰度揾到工作或者有工作簽證先可以留低。可能佢之後就係冇簽證。咁我唔夠膽咁講，但係文件就冇寫啦，冇寫佢之後係用咩身份係繼續留喺芬蘭啦。之後喺2021年嘅10月20號，女 Lily 咧就喺芬蘭嘅波里出世啦。父母當時係揀咗一種叫做在家分娩嘅方式，喺屋企度自然分娩，完全冇醫療干預。值得留意嘅係，根據芬蘭嘅一般制度，即使係喺屋企自然分娩，小朋友理論上仍然都係可以通過醫護嘅程序完成出生登記嘅。因此外界一直都好好奇啦，究竟 Lily 點解最終都冇辦法攞到正式嘅身份文件？而根據目前公開資料咧，係冇辦法完全解釋成個過程嘅。咁根據父母嘅講法啦，其實佢哋係曾經係向芬蘭衛生當局去申請 Lily 嘅出生登記嘅，希望可以攞到身份證明，但係就遭到拒絕。當局嘅理由就係父母嘅登記地址仍然屬於香港，而唔係芬蘭喎。係，因為佢仍然仲係用緊嗰個學生簽證。係㗎，學生簽證就個登記地址就唔係芬蘭。冇啊，我估嘅啫。係啊，我好好奇點解根據父母嘅講法會係咁呢？即係點解佢哋嘅登記地址仍然係屬於香港而唔係芬蘭呢？或者佢即係我明白你意思，即係佢芬蘭應該都有佢哋自己一個住址嘅，即係佢應該理論上可以提供到啲例如住址證明等等去證明佢住喺呢個地方咁樣。就算間屋係租嘅，你只要住咗喺嗰度，你都會提供到一啲可能水電煤單去證明我其實係常住喺芬蘭嘅咯。你諗下2016到2021年都5年啦，其實5年喎。咁即係其實佢哋係因為冇辦法提供到，所以令到 Lily 就冇辦法去登記佢嘅身份啦。呢個係父母嘅講法咯，就係話佢哋嘅登記地址係屬於香港，就唔係芬蘭。但係呢一對父母喺其後接受香港01訪問嘅時候，就話係因為自己嘅身份係港人，先至會被當局拒絕嘅。咁事實係咩呢？就未知嘅，我真係完全唔知嘅。當局就要求父母自行聯絡返香港。自此之後呢，其實 Lily 就陷入咗一個非常罕見嘅處境。佢雖然係喺芬蘭出世，但係因為完全冇完成一個出生登記啦，所以一直係冇獲得一個正式身份文件嘅，亦都冇辦法申請任何國籍護照或者旅行證件。咁樣好尷尬喎，即係佢又未返香港嗰陣時，喺芬蘭佢又冇任何嘅身份證明，咁佢其實可以做啲咩呢？係啦，佢亦都冇護照啦，咁佢連返唔返到香港都可能係一個問題嚟嘅喎。係啊，令我諗起一出電影叫做《The Legend of 1900》咯，就係講一個細路喺郵輪上面出世，跟住又係冇任何國籍，咁就佢要被困喺郵輪度居無定所。但係而家係2021年喎，
你應該要避免呢一個冇身份嘅問題㗎喎。係，因為的確係好需要處理㗎嘛。你一有個小朋友出世，其實就應該係要處理好呢件事嘅。係咯，咁呢一點其實都成為咗網民最大嘅爭議點啦。甚至連我啊都有忍唔住去留言問嗰個 Save Lily 嘅 page，點解你哋會冇幫 Lily 完成一個身份登記嘅？點解佢哋會冇出世證明嘅？但係佢哋係直至我錄音呢一刻呢，佢都係冇任何回覆嘅。可能收到太多呢啲問題啦。係，咁或者你應該拍片去講下啦。咁唔少人都質疑點解一個喺北歐出世嘅 BB 會連出世證明都冇呢？甚至猜測父母係咪涉及到黑工或者逾期居留。父母雖然都曾經拍過片回應話，我就算係黑工啊，個小朋友都應該要有出世證明嘅喎，認為呢一個咧係基本人權。但係嗰條片入邊咧就冇正面回應關於居留權或者黑工嘅質疑，即係佢冇否認自己係黑工，或者都冇否認自己係咪逾期居留。到咗2022年嘅5月13號，爸爸成功為全家申請並且獲批英國 BNO 簽證，因為爸爸自己係有 BNO 嘅身份。理論上咧，佢哋可以移居到英國重新生活嘅，但係偏偏因為 Lily 佢係冇旅行證件，都冇辦法合法去搭飛機離境。但係點解無啦啦佢哋會想去英國呢？係咯，點解佢哋突然之間又上英國呢？同埋頭先都講到 Lily 佢冇護照啊成，其實佢哋都知道呢個小朋友佢哋係唔能夠陪佢哋一齊去英國嘅，係需要有個身份嘅。係啊，呢一對父母早於2023年10月或者更加早，已經帶 Lily 逃離芬蘭前往瑞典啦。但係點解一家人想要去英國又想要去瑞典呢？其實後尾先知，根據翻2024年呢個英國嘅報告，真相先開始浮現。報告指出，父母喺芬蘭涉及另一名子女，即係 Lily 嘅家姐嘅死亡事件。呢件事係2019年嘅時候，媽媽喺自己嘅屋企入邊自行分娩誕下長女，唯獨係呢個女女喺出生之後嘅1個月發生咗一啲狀況。自稱曾經修讀護理課程嘅爸爸報稱，當時佢使用咗嬰兒復甦法，但係都冇用。救護員到場嘅時候，亦都展開咗救援，但係女女最終都係搶救無效。媽媽就報稱女女係屬於自然夭折死亡嘅，即係已經係生過一次噶啦，但係就不幸咁樣夭折離世夭折咗。芬蘭檢方咧就提出要告佢哋遺棄罪同埋過失致死罪嘅指控。不過根據父母近日公開嘅文件，我係唔知嗰份文件嘅日期係幾時嘅，我睇咗嗰個 document， 但係上面係冇清楚嘅日期。芬蘭檢察官喺嗰份報告入邊決定撤回控罪，但係咧該份文件就唔係冇罪判決，係撤回啊吓，留意。原因係檢察官經過整體嘅考慮後，認為如果繼續檢控並唔合理，因為本案已經冇重大嘅公共利益或者私人利益需要繼續審理。個原因係咁嘅啫，而唔係話你冇罪，所以我要撤回控告，唔係呢個原因嘅。因此去終止呢個案件。咦，咁我好好奇，當初佢哋被檢控嘅時候，其實又係發生咩事？有冇啲細節啊？點解佢哋去遺棄呢個 BB 呢？係可以㗎。其實個 BB 係點樣夭折嘅呢？父母向當局聲稱，該名子女其實係死於先天性感染，而非缺乏照顧嘅。佢自己喺 Facebook 嘅貼文入邊咧，亦都有講係死於 inborn disease， 即係一啲先天性嘅疾病。咁但係我就會好好奇啦，我就會想問個父母有冇帶個 BB 去睇醫生呢？或者你哋有冇做一啲產檢去預先嘗試發現呢啲疾病呢？咁如果你去做產檢，知道有啲咩端倪，會唔會可以預先去預防呢？咁其實我有做過少少嘅資料搜集啦，關於喺芬蘭在家分娩嘅一啲資料啦，就話可以唔使有助產士嘅，但係你生完就要即刻通知助產士或者係通知醫院啦。咁如果你生完即刻就帶去醫院或者係通知助產士嘅話，會唔會又唔一樣呢？不過佢在家分娩嘅情況係點呢？我就揾唔到更加多嘅資料去重現翻當日嘅情況。明白。
喺英國法院嘅文件報告入邊提到，呢對父母咧曾經向瑞典社福承認，佢哋去瑞典咧其實係為咗避免喺芬蘭受審嘅。佢哋喺 Facebook 嘅 post 入邊亦都親自承認，我哋當時非常害怕，決定立刻離開芬蘭。咁我就奇怪啦，如果你覺得自己冇做錯嘢，覺得堅持個 BB 係先天性疾病嘅，咁你咪去面對咯，你咪去喺個法庭入邊去講你嘅主張咯，而唔係而家係畏罪喎。覺得你我都覺得係變咗係好似畏罪潛逃咁，即係如果你係理直氣壯行得正企得正嘅話，其實你唔應該擔心佢去告你，因為證據係啦，因為證據或者各方面應該都可以 prove 到你係無罪噶嘛，就好似反而係此地無銀咁樣嘅感覺。咁芬蘭當局亦都對佢哋發出咗歐洲逮捕令，所以佢哋就去咗瑞典啦。根據父母嘅講法，由於 Lily 係冇出世證明同埋旅行證件，所以佢哋只能夠逃離去瑞典，因為嗰度沒有邊界。原來北歐國家即係芬蘭、瑞典等等啦，都係屬於申根區。喺申根公約之下，歐盟國家之間嘅陸路邊境通常都唔設有固定嘅邊境檢查，即係唔會有人去睇你文件啊或者嗰啲嘢。咁你要走佬去嗰度咧就好方便。即係用陸路其實已經可以去到另一個國家噶啦。係啦，時間去到2023年嘅12月5號，瑞典警方咧就喺林雪平係一個地方嚟嘅一個超市停車場嘅私家車入邊咧發現咗呢一家人。當時架車上面堆滿咗雜物。警方更加懷疑佢哋係洗黑錢，因為佢哋係持有大量現金，而因為呢樣嘢將父母拘留咗嘅。關於大量現金呢一點呢，佢哋喺之後接受香港01嘅訪問入邊有講到，其實係佢哋喺芬蘭離開嘅時候就攞走咗喺芬蘭銀行戶口入邊嘅數萬蚊歐羅，都係大概幾十萬港幣左右啦。所以佢拎住呢一筆嘅現金就喺瑞典嘅邊境地區生活。咁由於佢哋冇居留身份，一家三口亦都喺唔同嘅旅館入邊輾轉停留，直至到2023年嘅12月就俾警方發現到佢哋，並且喺呢架車上面，並且喺佢哋暫居嘅貨車上面發現該筆現款啦。即係話佢哋唔止喺唔同嘅旅館入邊逗留，都會暫居喺貨車上面，呢個就係佢哋嘅居住情況。係。咁亦都係因為呢樣嘢，警方呢就涉嫌佢哋洗黑錢，就將兩個人分別單獨囚禁。咁阿 Lily 亦都交咗俾瑞典嘅林雪平社福局看管啦。文件亦都指出，即使呢家人車入邊藏有大量現金，但係佢哋仍然呢都涉嫌喺雜貨店度有一啲偷竊相關嘅刑事指控。咁但係關於刑事指控呢樣嘢咧，文件度就冇詳細補充啦，所以我就唔係好清楚後續係點。咁但係關於洗黑錢指控咧，係因為後來證據不足就撤銷指控嘅。係，即係佢哋純粹因為架車度好多現金就被懷疑係洗黑錢。洗黑錢係喺架車入邊發現咗一家人嘅時候 ，Lily 嘅情況係點嘅呢？而導致瑞典要去介入佢哋屋企帶走 Lily 呢？原因係佢發現 Lily 嘅時候，當時佢只係着住睡衣。有網民留言話 Lily 係冇着衫嘅，但係其實資料講咧佢係有着睡衣嘅。但係你諗下，瑞典林雪平呢個地區12月初嘅溫度係-4度至3度，好凍啦應該。係啊，我查呢個地區嘅溫度嘅時候 AI 都要提我話，喂，你要着羽絨、戴手套、着發熱衣啊。但係被發現嘅時候 Lily 只係着住睡衣，真係有啲普通嗰啲睡衣。嗱，佢淨係講睡衣就係咩樣我就唔知嘅，咁係咪足夠呢？但係即使你係咪普通都好啦，足唔足夠呢？另外就係講佢形容 Lily 嘅時候呢，就話佢全身污糟啦，患有嚴重濕疹啦，而且牙齒嚴重損壞嘅。當局認為父母一直冇為 Lily 提供適當嘅醫療，令佢處於受傷害嘅風險，於是法院批准將 Lily 強行帶走，安排進入寄養家庭。咁我覺得佢個懷疑係合理啊，因為 Lily 冇身份啊嘛，佢都係冇出世證明。如果你要揾一啲醫生去睇佢嘅話，你首先要證明咗佢身份，你要登記喺個 system 度噶嘛，你咩都冇，點樣登記呢？係。咁頭先話佢安排咗阿 Lily 入咗一個寄宿家庭，咁係咪真係從此呢個父母就唔可以再見到佢啦？
根據父母嘅講法同埋報告咧，係唔得嘅，係唔可以見佢噶啦。係，即係真係喺佢身上即係攞走咗佢個小朋友啦。父母係咁樣講嘅。而報告亦都指出Lily 進入咗寄養家庭之後，體重係增加咗，濕疹同埋牙科問題咧，亦都開始得到咗治療。但係報告亦都提到一個關鍵點，佢哋點解會將 Lily 帶入去寄養家庭呢？其實就因為父母沒有洞察力 （lack of insight），意思係當局認為父母並冇意識到自己照顧 Lily 嘅方式存在問題，再加埋佢唔承認令到 Lily 姐姐死亡嘅事件係涉及到疏忽，亦都唔理解點解個女需要俾人帶走。但係關於呢樣嘢呢，其實父母咧喺網上面都有作出啲自己解釋啦。佢話其實唔係㗎，當時 Lily 俾人帶走嘅時候係皮光肉滑，冇濕疹㗎。佢會患有嚴重濕疹呢，係因為同父母分開咗，太掛住媽咪，所以先會有嚴重濕疹㗎。同埋呢，佢個牙齒呢係透過食中藥已經醫得七七八八。咁關於中藥呢點呢，我哋之後會再詳細講一講啦。好，即係總之都係有兩個唔同版本啦。係。更加喺2024年2月17號嘅時候，移民局都作出咗一項嘅決定，因為佢哋要遣返翻Lily 嘅父母啦。但係咧，佢哋就作出咗一個決定，就係任何情況下都唔允許 Lily 同埋佢哋嘅父母一同旅行。咁點解瑞典要做到咁絕呢？係任何情況都唔俾 Lily 同佢嘅父母一齊旅行喎。文件呢亦都揭示咗一個好關鍵嘅原因，就係因為1996年海牙兒童保護公約，瑞典社福局喺呈交移民局嘅報告入邊講到明，因為中國包括香港並唔係呢個公約嘅締約國，外國政府就擔心如果一旦將 Lily 遣返，國際社會將會失去一個有效嘅機制去跨國監測 Lily 嘅安全，再加埋父母涉嫌同芬蘭嗰單家姐死亡嘅案件有關啦。瑞典當局冇辦法保證 Lily 翻到去之後會唔會再次交翻去呢對涉嫌刑事命案嘅父母手上，俾佢哋照顧。係簡單啲嚟講，佢哋係有嫌疑係有一個前科嘅記錄啦。第二就係佢哋唔能夠確定，如果 Lily 同佢哋一齊翻香港之後，佢哋會唔會真係再照顧好 Lily 呢？即係佢哋對於呢兩位父母係冇信心嘅。既然瑞典已經咁硬啦個態度，佢係點都唔會俾翻 Lily 嚟噶啦。咁呢對父母咧就決定人哋一鋪去英國。我哋啱啱講到個爸爸係有 BNO 噶嘛，係喺呢個決定嘅1個月之後，即係2024年嘅3月，呢對父母咧就離開咗瑞典，移居英國倫敦。咦，頭先講佢申請 BNO 係2022年嘅事，但係佢到24年先至親身去英國。係喎。係咪佢要再申請過㗎啲證件？可能要再 extend 個 visa 定點樣？不過都唔難嘅，佢有 BNO 嘅話係咪啊？咁總之咧，佢哋喺2023年嘅3月就去咗倫敦啦。而佢哋最主要嘅目標咧，就係希望利用手上呢一個 BNO 身份，要求英國法庭介入，將遠喺瑞典嘅 Lily 翻嚟自己嘅身邊。而呢個 case 咧係由 McDonald 法官負責審理嘅。父母就喺庭上面據理力爭啦，甚至申請話我可以做 DNA 親子鑑定，想證明 Lily 係佢哋嘅親生女，從而推翻瑞典當局話冇辦法證明身份嘅講法。但係法官嘅判決最終都係令到佢哋好心碎噶，因為法官最後都裁定英國法院對 Lily 係完全冇司法管轄嘅。判決書上面嘅邏輯都好清晰啦。第一，Lily 係從來冇喺英國居住過，亦都從來冇踏足過英國領土。係。第二，根據國際法，Lily 嘅慣常居住所目前仍然都係喺瑞典，而唔係喺英國。咁法官 McDonald 嘅判決書入邊更加直言，Lily 而家身陷呢個困局，完全係因為父母自己嘅行為所導致嘅，包括佢哋成為芬蘭刑事命案嘅嫌疑人啦。以及佢哋選擇喺 Lily 冇出生證明嘅情況下非法進入瑞典。係，呢個真係一個最大嘅疑問啊！點解佢哋喺 Lily 冇身份嘅情況都仍然要去瑞典呢？點解唔俾個身份俾 Lily 先呢？點解唔幫佢搞掂咗個身份先？或者點解你冇辦法搞掂呢個身份呢？
去到呢個地步，父母喺瑞典同埋英國嘅法律路基本都封死咗啦，都冇辦法啦。所以嚟到今年5月嘅時候呢，就俾人發現咗，似乎係翻嚟香港咯。開始有好多嘅 post 都係佢嘗試去用唔同嘅方法，睇下可唔可以尋求到一啲嘅資料或者幫助，或者係社會輿論，令到 Lily 有機會可以翻到佢哋嘅身邊。係喺5月27號嘅時候呢，呢對父母係手抱住一個 BB， 相信係佢哋嘅另一個嘅細仔。佢哋企喺民建聯區議員辦事處門口影相尋求協助。咁原來呢個 BB 已經係2個月大噶啦。佢個名就叫做 Danny。佢嘅父母就聲稱係同芬蘭家中分娩嘅 Lily 一樣，係冇出世紙嘅。有冇話 Danny 係喺邊度出世？係啦，其實 Danny 咧就喺香港出世嘅。2個人接受訪問嘅時候表示，Danny 喺出世之後42日內曾經向入境處申請出世紙，但係由於係在家分娩，入境處就要求佢哋提交 DNA 檢測，證明係有血緣關係。因為屋企分娩嘅話，冇人知道你個 BB 係執翻嚟嘅，可能係咯，點知呢？咁就當然要求你要證明到你哋係有血緣關係啦。係，但係2個人就認為 DNA 係相當敏感嘅個人資料，加埋宗教理由，現階段唔考慮提交，所以 Danny 仍然係冇身份嘅 BB。吓？又係咁？之前 Lily 佢哋都幫佢攞唔到嘅身份咯，但係 Danny 喺香港出世，理應係應該有出世紙啊等等嘅證明嘅。特別佢哋2個都係香港人，但係我又唔明點解佢哋喺呢一刻又唔願意提供 DNA 呢？因為之前嘅 case 佢哋被作為嫌疑人嘅時候，佢哋都肯提交 DNA 去證明 Lily 係佢哋嘅親生女啊嘛。但係反而去到 Danny 呢個 case， 佢哋依家又唔肯去提交 DNA 咯。係啊，我都有相同嘅疑問。我覺得啦，就係因為之前嗰個 case 係 Lily 已經俾人拎走咗，佢哋為咗攞翻 Lily 就話我肯做 DNA， 但係而家 Danny 仲喺佢哋手上面啊嘛，咁佢咪覺得冇必要去提供呢樣嘢咯。但係可惜嘅就係 Danny 又會係一個冇身份嘅人啦，而家。係啊，當你冇出世紙嘅時候，你點樣幫佢去申請一啲福利啊，或者點樣返學啊，點樣登記喺醫療系統個 system 上面，點樣做呢樣嘢要？另外，對於 Danny 呢，其實好多網民都好擔心嘅，佢哋對於 Danny 嘅生活環境啊，或者係父母對 Danny 嘅照顧方式呢，都係有質疑同埋有疑問嘅。佢哋 post 嘅相上面呢， Danny 嘅皮膚係偏黃色。咁所以其實有網民會驚啊，其實 Danny 會唔會有黃疸病啊？因為佢冇喺醫院出世，冇人幫佢檢查到相關嘅問題啦。咁媽媽就認為其實因為佢嘅膚色貼近父親，再加埋2個人成日都帶佢去泳池度嬉水，咁因此皮膚喺太陽嘅照射下呢就比較深色。佢就話 Danny 嘅眼白係冇發黃嘅，胃口都唔錯，咁所以就唔會有黃疸病咁樣嘅。關於游水方面呢，其實之前亦都見到父母喺社交平台上面係有 post 過一啲佢哋帶 Danny 去游水嘅片啦，但係嗰個片段望落去呢，就唔係泳池嚟嘅，係似係海水嚟嘅。海水又比較渾濁啦，又會多有細菌啦，咁就見到爸爸當時係抱住 Danny 向上向下咁樣搖佢浸落啲海水度咁樣嘅，就會俾佢掂到啲海水。就會都令到網民好擔心，你對於一個先2個月大嘅 BB 就帶佢去海度游水，接觸咁多細菌，係咪一個恰當嘅做法呢？係，因為 BB 嘅免疫力都仲係弱啲嘅，尤其是佢得2個月。係啦，不免就會令人擔心啦。咁佢哋除咗揾民建聯幫助啦，其實都有揾好多唔同嘅機構，譬如可能係教會啦，揾一啲社福嘅機構入邊問下社工意見啦，咁樣。咁除咗刑事同法律背景之外啦，喺網上面引發最大爭議嘅係呢對父母為咗自辯而公開一啲生活嘅相片同埋影片，入邊有啲生活嘅習慣係令到我哋好匪夷所思嘅。係，有咩例子啊？係啦，首先呢，就係瑞典社福局咪話佢哋疏忽照顧，令到可能 Lily 冇嘢食啊，或者係牙齒蛀晒啊，咁樣嗰啲諸如此類嘅嘢啦。佢就喺 Facebook 度都發佈咗好多 Lily 嘅相或者係證據啦，一啲聲稱囡囡咧一直都有均衡飲食嘅，
但係呢啲原本作為證據嘅相，反而令到大家都質疑佢哋喎。有網民發現 Lily 喺理應食流質食物或者係嬰兒副食品嘅年紀，譬如仲係一個手抱 BB 嘅狀態嘅時候，嗰張相父母喺入邊呢，就係有佢同 BB 啦，同埋蛋糕嘅相啦。咁喺個標題就寫住 Lily Food 嘅，咁我相信就係話父母係餵佢食一個蛋糕俾 Lily 啦，喺嗰個歲數。咁個蛋糕係固體食物啦，同埋仲要成分都複雜啦，令到網民更加嘩然嘅係喺另一啲顯示 Lily 大概2歲左右嘅相入邊，見到媽媽俾 Lily 飲含有咖啡因嘅檸檬茶。嗱，當然佢可以事後講話嗰啲茶係 decaf 嘅或者點啦，咁但係你見到條片淨係講話檸檬茶嘅時候，你都 assume 應該就係有咖啡因啦，係咪？佢呢個年紀飲唔飲得檸檬茶呢？而好似啱啱亦都有講過啦，就係關於中藥呢樣嘢啦。母親曾經自認會餵中藥俾 Lily 食，而嗰種藥就係鹿味地黃丸。亦都佢有喺留言度承認佢用中藥去處理 Lily 嘅皮膚同埋門牙問題。佢話咧就話門牙基本已經醫好，但係社署唔允許 Lily 喺看管期間繼續接受中醫治療，仲要帶 Lily 剝咗門牙。咁呢個就係佢嘅講法啦。如果你問我個人，如果我有小朋友，我會唔會喺佢2歲嘅時候俾中藥佢食呢？嗱，我有上網揾過鹿味地黃丸係咩嚟嘅，因為我完全係冇概念呢樣嘢啦。咁似乎呢一個中藥望落去就係一個類似補益劑嘅嘢，主要滋陰補腎啊咁樣嘅。上網睇咧，鹿味地黃丸咧都有人係會俾小朋友食嘅，但係如果你問我，我係唔夠膽嘅，因為佢可能始終年紀太細嘅，2歲喎。2歲。咁喺呢啲細節曝光之後，網上面嘅輿論咧都好兩極化啦。有啲人可能會覺得呢啲只係文化差異或者係個人育兒選擇啦，即係好似我咁講，如果你俾我咁樣做，我會唔會呢？我係唔會嘅，絕對。但係其實更多嘅網民係認為呢個行為恰恰就印證咗瑞典嘅報告咯。佢哋會覺得就係父母冇洞察力 lack of insight 咯，唔會覺得自己嘅行為有問題咯。佢仲將呢啲相同埋片 po 上去呢個社交平台，咁啊即係佢哋覺得冇問題啊嘛，佢哋覺得呢個選擇係合理。Even 呢件事發生咗，佢已經俾人攞走咗個小朋友啦，佢唔會反省係咪真係有問題呢？但係定係當局係一個制度暴力，特登要攞走佢小朋友。咁其實 Lily 嘅父母有冇話佢哋係點樣相識啊？或者有冇一啲關於佢哋嘅資料依家係有被報導出嚟嘅呢？其實之前一直都冇相關嘅資料嘅，直至到佢哋接受香港01嘅訪問，咁啊大概有少少嘅 background 啦。佢哋2個人咧都係大概40歲，聲稱擁有物理治療師以及教師嘅專業資格。根據2個人所講，佢哋係冇結婚嘅，佢哋係早於10幾年前就認識噶啦，並且發展為親密伙伴嘅關係。咁呢個就係佢哋嘅背景啦。OK。咁根據一啲網上嘅資料啦，其實要講嘅嘢都差唔多講完嘅啦，除非佢哋將來仲有啲 update 啦，咁都歡迎大家根據佢哋嘅文件同 update 咧，再作自己後續嘅判斷啦。case 嚟到呢一度咧，都冇其他嘢要補充噶啦。呢一件事其實同過往嘅 true crime 性質係有啲唔同，佢冇好血腥嘅畫面，冇好暴力嘅場面。但係我都認為其實呢單案係值得講嘅。撇開 Save Lily 呢一個 case 嚟講，大家以前認為嘅虐兒呢，一定要係體罰，攞藤條打你，打到有晒傷痕，或者甚至係要罰你企咁樣啦。但係而家放眼國際，你會發現 neglect 即係疏忽照顧同埋精神虐待呢，都係一種無形嘅虐待啦。neglect 有機會有刑嘅，即係譬如可能佢會判斷你污唔污糟啊，有冇着夠要着嘅衫啊，體重啱唔啱啊等等去判斷啦。咁但係可能精神虐待呢啲無形嘅虐待係肉眼未必即時見到傷痕嘅，但係一樣都會喺呢啲小朋友嘅心靈入邊留低好深遠嘅陰影。喺 Lily 呢單案入邊，可能會有人唔認同瑞典當局嘅做法，覺得父母都係帶住個女流浪啫，又冇打佢，佢個身體又冇表面傷痕，睇佢 po 出嚟啲相同片啊 ，Lily 望落去係幾快樂噶喎，使唔使要咁樣拆散人哋個家庭呢？
但係希望大家都諗下 Lily 俾人發現咗嘅時候嘅情況係點樣啦。雖然個講法咧，父母有自己方面嘅解釋，話佢係冇濕疹啊、皮光肉滑啊，話佢牙齒係俾中藥醫好啊。咁但係咁多年呢對父母冇俾囡囡一個身份啦，即係換言之，囡囡冇身份嘅時候，你唔可以帶佢去醫院治療，有啲咩你唔可以向外界求助。再加埋父母當時被嫌疑或者被指控過失致死另一個小朋友嘅嫌疑人啦。咁所以喺北歐嘅法律視野入邊，其實呢一啲唔單止係生活方式嘅選擇，而係實實在在嘅風險咯。我覺得呢一個係視野問題嚟嘅。如果你問我，譬如你記唔記得好似當年我哋爸爸媽媽嗰個年代啦，會覺得打你係應該噶嘛，唔聽話打就要企定，仲要剝你衫打你，等你覺得羞恥嘅感覺。但係其實而家睇翻就知道，當年有一啲嘢你覺得冇問題，或者你覺得係合理，大家都係咁做嘅嘢，其實可以係錯嘅。所以呢樣嘢根本就係時代同視野係應該要與時並進嘅咯。係，你覺得好啱。一啲法律或者我哋嘅諗法啊，的確係需要隨住時代嘅改變而去更新。頭先你講到啦，我哋上一輩係可能受體罰啦，或者可能喺學校佢哋仍然會俾老師用間尺打手板咁樣。咁但係去到我哋呢一代，我哋當然知道學校係完全唔可以體罰啦。咁其實已經見到係有一個轉變喺度啊，對於你點樣教育下一代。當然作為華人或者東方國家啦，對於教育可能有時都係要打打鬧鬧嘅。可能西方國家或者歐洲國家就未必係咁啦。你可以話係文化上嘅差異，但係我覺得瑞典政府佢哋要落呢個決定去攞走 Lily 咧，係有佢哋當中嘅一啲嘅 rationale 喺後邊。我哋都需要去諗，究竟我哋一直所認為啱嘅或者教育下一代嘅方式，係咪真係喺所有人眼中都係正確嘅呢？係咪都需要根據文化或者時代嘅轉變啊，而去有所調節呢？咁呢個係我聽完你頭先嘅分享就有一啲嘅反思。咁又唔知道你哋係點樣睇嘅呢？究竟你會覺得當局嘅介入係一種制度暴力，係小題大做，應該要俾多次機會父母啊？定係你都認同呢一個係對一個冇身份證、冇法律保障嘅細路仔最後嘅救贖呢？係應該要採取呢啲措施去保護兒童，免受其他潛在嘅傷害呢？都歡迎你哋留言話俾我哋聽，我都好想知道你哋嘅諗法。咁下一集我哋係咪講翻邪教啦？我希望係啦，希望唔好再其他 ad hoc 再突然間要做資料搜集去講咁樣啦。不過咧都好歡迎大家可以同我哋有多啲互動。咁我哋都開設咗 Instagram 啦，同埋 Threads 嘅。如果你有啲乜嘢題材想聽，或者係有啲乜嘢嘅諗法，都歡迎咧喺我哋嘅 post 下面留言話俾我哋聽。你想聽嘅案件啦，我哋就會加入喺我哋嘅 wish list 入邊咧，去將來安排去講嘅。冇錯。如果你都想支持我哋嘅 podcast， 亦都歡迎你可以喺 Buy Me a Coffee 嘅網站上面請我哋飲一杯咖啡，同埋可以 follow 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咁我哋下集再見啦，拜拜，拜拜。